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翻到嚟 Mobile Magazine YouTube Channel。喺推出旗艦機 Magic 7 Pro 之後咧 ，Honor 就將個集中力放翻喺中階機身上啦。較早前咧就推出咗400系列，香港咧更加係全球首發地區之一啦，認真犀利。今次部機咧就強調呢個 AI 攝人之美，就係咧喺影相同埋拍片嘅同時，可以配合 AI 咧達到更好嘅效果，甚至咧可以玩出更多創意，同埋好簡單咧就可以同親友去分享噶啦。咁當中嘅 Honor 400 Pro 咧，我其實就已經大約用咗1個月左右嘅時間啦。今次呢條片咧就會同大家講下我試用完之後，我覺得佢個表現係點。咁想知道當然要繼續睇埋落去啦。Honor 400 Pro 同上代嘅 Honor 200 Pro 一樣啦，機面屏幕4邊啦，同埋機背嘅4個邊位咧都係用咗弧邊嘅設計。不過今代咧就使用咗呢個磨砂嘅金屬中框，背面咧亦都轉用咗霧面嘅強化玻璃，所以成部機嘅質感上面咧同 Magic 7 Pro 可以話係差唔多嘅。呢部機嘅機身闊 76.1mm， 重205g， 單手操作咧可以話係相當之適中嘅手感。Honor 400 Pro 咧支援 IP68 防水防塵，亦都支援咧 IPX9 防高壓高溫水柱噴射，加上咧 SGS 嘅5星抗摔抗壓性能認證，所以呢部機同大佬 Magic 7 Pro 一樣咧，都係有高嘅耐用性嘅。目標係中階市場嘅 Honor 400 Pro， 採用咗 Snapdragon 8 Gen 3處理器，加埋12GB RAM， 而具體嘅效能數據咧，大家可以睇圖。呢部機咧就具備咗6000 mAh 電池，實測之下咧電量係可以輕鬆咁用足全日嘅。喺系統方面 ，Honor 400 Pro 咧當然係運行 Magic OS 9啦，各樣嘅 AI 功能咧，好似 AI 翻譯啊、榮耀任意門啊，同埋其他嘅智能感知功能咧，全部都有齊。而且咧加入咗全新嘅運動舒緩顯示功能，透過喺屏幕邊緣咧顯示8個嘅藍色小圓點，就可以做到咧喺交通工具上面使用手機嘅時候咧，舒緩有機會出現運動嘅問題。至於屏幕顯示部分咧 ，Honor 400 Pro 6.7寸嘅 AMOLED 屏幕，佢嘅顯示質素咧可以話係相當之唔錯，水準咧係非常之接近 Magic 7 Pro 嘅。呢個屏幕嘅全屏峰值亮度咧，更加去到驚人嘅5000 nits， 好似我而家咁樣咧，喺好大太陽底下去用呢部手機，其實咧都可以好清楚咁睇到屏幕上面嘅內容啊！如果想喺而家嘅市場揀一部有強勁攝力嘅中階機咧 ，Honor 400 Pro 肯定係其中之一部啊，甚至話係候選嘅前列。呢部機咧有2億像素嘅主鏡。主鏡咧係有 OIS 光學防手震同埋 EIS 電子防手震加持，配合咧1200萬像素嘅超廣角鏡同埋5000萬像素嘅長焦鏡，3支鏡頭所拍攝出嚟嘅相片咧，佢嘅質素係相當之好嘅，解像力啦、顏色還原表現同埋夜間雜訊抑制咧都處理得相當之唔錯。喺影人方面 ，Honor 400 Pro 咧繼續具備3款下 COS 嘅人像模式可以揀。而且咧加入咗多款模擬菲林色調嘅濾鏡，所以喺影人嘅時候咧就有更加多嘅變化可以用啦。前面講到 Honor 400 Pro 係強調 AI 攝人之美，點解咁講呢？其實原因佢係內置咗好多個 AI 嘅魔法修圖功能，令到咧大家可以更方便去執相。例如咧可以執合埋眼嘅閉眼修復啦，或者咧執咗路人嘅路人移除啦，呢啲功能咧都令到大家執相咧更加之方便。不過講到最好玩咧，一定係圖轉影片功能啊！呢個功能咧係可以將一張相片用 AI 轉化成為一段咧冇聲嘅5秒短片。實際使用出嚟嘅效果咧，可以話係用好好玩去形容啊！例如一張普通嘅風景相咧，利用呢個功能咧就可以轉化成好似航拍機拍出嚟嘅短片咁樣，而一張貓相咧，亦都可以轉化成佢會喐嘅影片喎。所以我覺得呢個功能咧係大家絕對玩到停唔到手嘅。好啦，咁大家咧影咗咁多相，又拍咗咁多片，咁點樣同人分享呢？如果你自己有即係話你個朋友一樣係用 Honor 手機嘅話咧，就唔使講，一定係用 Honor Share 去分享噶。咁其他嘅 Android 機都相當之簡單嘅，只要用呢個快速共享功能咧，就可以 send 相 send 片俾對方。
咁最重要，如果想 send 俾 iPhone 嘅朋友又點呢？其實咧，只要叫佢哋去下載翻 Honor Connect 呢個應用程式，就可以咧，好似用 Honor Share 咁輕鬆將相片啊、影片啊 send 俾用緊 iPhone 嘅朋友啦。唔需要咧再用 WhatsApp 啊，又或者其他嘅方式去傳來傳去咁複雜，令到咧 send 相 send 片嘅步驟咧快咗、輕易咗、簡單咗。好啦，最後嚟到總結。Honor 400 Pro 嘅建議零售價咧係港幣4599，喺呢個價位嚟講咧，佢個整體表現係相當之出色嘅。中階機使用 Snapdragon 8 Gen 3咧，效能係絕對夠用。5000 nits 嘅 6.7 寸 AMOLED 屏幕咧，顯示效果亮麗。AI 功能咧，亦都同自家嘅旗艦機係相若。講攝影體驗部分，其實 Honor 400 Pro 嘅2億像素主鏡咧，有大底嘅感光元件啦，同埋 F1.9 大光圈。其實日拍啊或者夜拍啊都可以拍出咧層次感豐富、細節清晰嘅相片。人像模式咧有 Hardcore 嘅模式加持啦，加上咧新增咗唔同嘅菲林濾鏡咧，可以簡簡單單就可以拍出咧唔同質感嘅相片。咁至於幾個 AI 魔法修圖功能咧，閉眼修復啦同埋路人移除其實真係相當之有用啊！圖轉影片咧更加之相當好玩。一張相咧就可以轉化成咧意想不到嘅短片啦，玩到咧停唔到手。同埋咧呢個功能咧其實連 Magic 7 Pro 都冇啊 ，Honor 400 Pro 咧的確係有料。觀眾們，你哋咧對 Honor 400 Pro 點睇咧？覺得佢嘅 AI 功能實唔實用？尤其係圖轉影片功能咧，覺得好唔好玩咧？歡迎大家留言討論一下嘅。今次影片咧就嚟到呢一度啦，大家中意嘅話咧就記得做齊 CLSS、comment、like、share、subscribe。日後咧，我哋就會送上更多新產品嘅開箱試用評價影片俾大家，所以咧記得留意我哋 Mobile Magazine 嘅 YouTube channel 啦。我哋下次再見。